真奇怪，情要非非中破户，偏是恨。本把见到两台情缘，正讨这生生福能。大家听好了，少爷做了官，你们呐，今儿一律该叫老爷，称我老太太。老爷，老太太，今日何出你们不哭来嘛，都下去做事吧。儿啊，你现在做了后不道，这是吵架之大戏。不过为娘我还有一件心事未了。母亲请讲。儿啊，赵家四代是你们，几家子女多担定，与两家订婚呀，为公民图，一担公到自己。不孝于三，女儿为他，后妹娘家娶才妻。孩儿谨遵母命，母亲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爷。叫老爷。老爷，老太太，两个堂妹他们哭到睡了，不等老太太，老爷让他听子言。母亲，请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尽管别塞东西。老太太，母亲，以孩儿看来，这真是可喜之兆啊！何以见得？这叫一塞就是问，重问还有做。岂非孩儿从今后要改问门庭，重增加深的大喜之兆吗？倒也不错。下次小心。谢老太太。讲，幸福府上门一闹嘛。今天是老爷大喜的日子。啊，老爷，这里
的老爷不是死了？是这里的少爷做了官，改成老爷啦。哦，少爷的老爷子。哎，阿姐，上次那里的衣裳洗好了吗？洗好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拿。哎，请啊，请啊，请啊！少爷的老爷子。阿弟，阿姐，妈，快追吧，我忙着呢。哎，没，阿姐，我这里有2两银子，请你拿去做件衣裳穿。阿弟，你在客人里做伙计，平时赚的钱只归自己用，这银子是哪里来的？这是我替身送信才来的。送一封信，能值那么多银子啊？阿姐，说起来真当好笑。阿姐，初7、8月夜来了一位大小姐，心事匆匆只望见，同我送信去上君家，只要我阿妹不去家，送我银子做哪怕。哎呀，阿弟，你不知道他们做啥事，杀出红来可怎么办呐？阿姐，不要紧呀，后面还有呢。原来他俩有事情，那小姐身上已有孕，这位夫家要太太，又想当太子何根？太子一声不答应，老大不一才出门。阿姐，阿弟，女子做外快，还是不要站的好。干啥？我有个头很强，他情愿进我，我情愿去跑。好了好了，快追吧！今日宾客很多，你在这里不方便。哦，那你一定要注意了，去走，多多怠慢送卡。儿啦，只有什么是你大喜之日，你要早做准备呀！孩儿请正娘教训，母亲，请歇歇去吧。你早些休息吧。当当当，我正在城楼关山静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金鹅，金鹅，金鹅。请我刀中茶来啊！老爷，请用茶。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笔，金娥啊，刚才当饭茶煮有没有汤同手？没有。多谢老爷方才替我求情。没有汤上就好，没有汤上就好。金娥啊，把茶送到我房里去。老爷你怎么怕我吃了你呀？去。
金娥啊，你不要再哭了。我有什么办法啊？新奶奶她一刻都不离开我，你再忍忍吧。难道只是谁这么说了？我，奶啊！那天晚上你自己说过的话，难道你都忘记了？我。你不该欺我敬我傻女子，将这花子谁手靠？你莫让我将这花子谁手靠？你莫让我的心人想，我对你有今生爱情是阿山，愿相发同偕老，谁知晴空起霹雳，无名去情难为啊！我只得强颜欢笑在心头，怎肯将你去听好？今后心结难舍在此花，只有慢慢想聚焦。哎呀，不能再慢了。为啥？我已经有了，有？什么有了？我已经有3个月生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有3个月生育了。哎呀，这何尝他了？这何尝他了？金娥啊，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？我回去让我把胎儿当养。老爷，新奶奶来了，老爷，这是找机会再说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哭什么哭啊？你蛮好意思哭？哎，太太，你来了。老爷，金娥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看她好像哭过。啊，我在这里说话，他匆匆忙忙地跑出来，把我的皮衣物从他荷花子里去了，被我责骂一顿，所以哭了。太太，这种人不要管他。来，我们赏花吧。老爷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出去拜他吗？我不想去了。为啥？太太，太太你不中有人语，真人将你丢归中，因此拜客不相去，不相去，陪伴你红上荷花落，永永。老爷呀，老爷呀。
去早位，免得我结quả。是，我听正言去说服。哎，你在家一定要多多包容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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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哩的当当当。小弟，来，他来了没有？小军来了，刚才姑爷在这里，他躲在我们不关进来，快叫他进来。小弟。妹妹，上了。上了，你死了。长夜相思，锁根灵。我心若一走，这是你怀孕身孕，不知曹家去弄什么？
你怎么在此地？你怎么在此？我来寻我阿家，我阿家在这里。你阿家是谁？我阿家叫金娥。哦，金娥是你阿家。金娥，阿家。杨小姐，我阿家在吗？啊，我替你去叫。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哎耶，这个世界倒是蛮小，旁来旁去都是熟人哦。这倒稀奇。阿弟，阿家，你的衣裳我洗好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拿。哎，没，阿家，刚才你叫你的那个人是谁呀？这里的新奶奶。哦，她就是新奶奶啊。阿家，这个人我认得哦。你怎会认识？阿家，上次接你2两银子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呀，你说有一位小姐托你担心，私下商量，请医生当配。侬猜这位小姐是谁？是谁？就是这位新奶奶呀！哎呀，你不要生出神哦！真的呀，她还认得我嘞。阿弟，阿弟，这话可不能到外面去讲，你要是讲出去，你的新奶奶难做生理哦。阿家放心，我是天兵天将了，不管男女推进的，喊上。好了好了，你快到后门口去等着，我去拿衣服来。为啥？现在可逼不得从前了。老爷做了官，老太太吩咐，以后地下人有客来往，只需等在后门口。你快到后门口去吧。哦，这说什么话？难道穷人却不是人了？哼！是金我常来常往，走得亲。这种人开花再不问，难免是路风风。此事上被吵架，只等滚去把事你。不跟今我啊，我这里妻子要平生，你莫管我为妹心伤去刀中茶来啊！你包我重重的，就放在这里好了。哎，
邢奶奶，请用茶。啊。你吃的是什么茶？我要的是龙井。啊，那我去闻来。不，我自己去闻吧。阿姐，怎么这么慢？我等啊等死了。正巧邢奶奶叫我去倒了杯茶，所以晚了。那快走吧。哎呀，不好啦，出事啦！哎呀，阿弟，不好啦，出事啦，出事啦！你是快走吧。阿姐，出事啦！哎呀，不好了，出事啦！出事啦！出事啦！邢奶奶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在哪里？这在哪里？这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房里的指纹不见了。邢奶奶，不要哭，慢慢说。指纹怎么不见的？哦，房里什么人进去过啊？这个人倒是没有人。哦，只有进屋去倒了一种茶。老太太，刚刚我是进去过的，不过我没见到指纹。这样吧，我真没离开过，谁请邢奶奶算一算吧。不用算，进屋是老实人不为的，一定是有别人进去过。全夫人差不多都在这里，索性统统算一算吧。啊，邢奶奶，你叫人算吧啊！哎，你们都向我算吧。老太太都没有。哦，来，做啥？还有我。你难得来，又没有进去过，不为的，不用算。穷要穷得亲妈妈，来算一算，太太算一算，算一算，太太算一算吧。徐奶奶，老太太也没有。那手鼓就松开了啊！阿姐，我要走了，衣服拿去。哎，对，还有这套衣裳没有收过。哎，再算一算吧，再算一算。啊，太太算一算，你们不为的，收过就算了。邢奶奶，还是算一算吧，这样我弟弟也好放心。是啊，要是你不算，我就是走了也不放心的。算一算，太太算一算。姐弟的脾气我知道，就算一算吧。进屋，哎，那你自己接吧。啊。进屋，原来是你，老太太我，老太太自人自面不知情，来，家法伺候。老太太慢，伯伯，这种人岂能再来府中？应当送官府去年满。老太太，请我私孝敬父，你是知我为人的，老太太这是冤枉啊，冤枉！越争越争，万事冤枉！来，把他押送衙门。慢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他推我之梦，正要送官府去年判，进屋偷东西。老爷冤枉！怎么老太太开恩，用我苍天的洗衣机，今日地来取意，偏偏心奶奶失落之路无此心，心想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就请邢奶奶来
尽管没有穿之梦，只怕怎会在你包里沉。听我评书上中啊人，想来不为气实心，快我面子操了他，我只为他滔滔情。讨情？你今我有啥这个？为啥要替他讨情？哎呀！为美一夜提醒我，今我不能有生于昂上扬他泪复纵，一旦是把我难做人，倒不是生死机会，将他还出去，策不成事，我就不承认。今我啊，忠贞心切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老爷，难道你真的忘记了？忘记什么？不要再说了。这种人岂能再来负重？来人，将金我关出府门，永远不许上门。老太太，冤枉啊！冤枉，老太太，冤枉。阿姐，真没想到侬会做出这种事情。阿弟，别人冤枉我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？那侬来怪我？记得娘死的那年，我们饿了3天3夜也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，现在有去有错，我还会做出这种事吗？可不错，阿姐向来规矩，不是这种人啊。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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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包裹是你亲手打的吗？是我亲手打的。打好后，有没有离开过啊？没有离开过呀。没有离开过，没有离开过。这，那这愿望只有请包龙奴来审来。那包裹是你亲手打的，打好后有没有离开过？指纹又在你的包里，这事情怎么讲得清楚呢？哎呦，哎呀！我想起来了，我离开过的。啊？什么时候？你到后门口去等我，我去拿衣服出来。正巧新奶奶叫我去倒杯茶。倒茶？只有那时候离开过了，包袱只有那时候离过身了。当时只有新奶奶在旁边，莫非她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阿弟，这是还是你害我的呀！阿姐，你不要瞎讲，这不是我害的你呀！
想，为妹现在是曹府的新奶奶，我在曹家做丫头，你是我的弟弟，要常来常往。你又知道他的事情，万一你说出去，叫他怎么做生意？他要事情不败露，虽不能让你来，不让你来，只有让我离开曹府。我没过错，他不能怪我罪。虽是即将之王失荆报国，奥定是我推将我赶出曹府。这样一来，他的事情就不会败露了。这不是骗我的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阿弟，你哪里去？找他算正确。哎呀，阿弟，你不要去！阿姐，侬不要来我找他算正确。阿弟，侬不要来我。阿弟，阿姐，侬可来我。阿弟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弟。哎呀。这，那只好问门上。哎呦，哎呦，阿姐雨了，他要上来我又上，他要争来我又争，两位妹她不中我又上雨，这里话语风起。阿姐，这信是谁的？上君家亲戚。上君家是谁？上君家是两位妹的亲人，是他写给亲人的。哦，那这信里是哪里来的？刚刚在后院拾到的。哎呀，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讲？本想叫起他问些人。哎呀，你呀！哦，快看看他写些什么。哦。君家恩郎是你，阿姐，是亲信，是亲信，快看！恨皇风无情，今山梦中鸳鸳鸳，对，是鸳鸯，鸳鸯是一对哦。愿爹娘不离，可怜吧？不离，可怜，不离。你我天各一方，应付宗主腿。阿姐，主腿啥东西啦？主腿不是腹中胎儿。腹中胎儿，对，是胎儿。上为司法东，果算是封进东厂，哈哈，来打在阿姐，平居在手，有月报月，有仇报仇。阿姐，走，阿弟，阿姐走，阿弟，阿姐啊，慢来，阿姐。陪官走，他为什暗中少家心？为妹纵然心长恨，他也是赔不无奈报私生。我与曹家冤仇非一情，怎么有气节？
可么侬慢慢讲嘞，侬慢慢讲嘞啊！阿弟，我们父母双亡，这世上只有你我最的最亲了。我说出来，你可不能怪我。阿姐，我不怪侬，侬讲侬，阿姐。阿姐侬讲。阿姐，侬胆子大大讲侬，阿姐侬讲侬，讲。侬讲。阿姐侬讲。哎呦，我急死人了，阿姐，阿姐侬讲侬，阿姐侬讲。阿弟，我已经完了，朝京堂的太子了。阿姐，侬完了朝京堂的孩子啦！朝京堂，你这个活畜生！阿姐躲在屋里闭门不出，几个月功夫还磨得了手，等到以后哭了头上了来，总不能一生也死不出门啊！哎呀，真急死人哎！哎呦，急死这！哎呦，急死人！病房，病房！哎呦，王伯伯，我连死都不能吓出来的了。犯啥罪啦？我有件急难之事，想请侬帮帮忙，想想办法。王伯伯，你有难事找我想办法，我有难事才想办法哦。侬有啥个难事讲出来，或许我也能替侬想想办法。我的难事不能讲的呀。金芳，侬在客栈做伙计，认得少，我这件事啊，无能是我要请侬帮忙的。好个，艰难不帮非好汉，能帮上忙总是好的。啥难事讲出来，我一定帮忙。金芳，我这件事啊，侬千万不要同别人讲掉。王伯伯放心，我这张纸布啊是铁壁铜墙，用铁棍敲都敲不开了。您讲好在，更好在。好过，金芳。有一位个卡上名叫喜清高，
成富豪，年过半不上父子，一心想把儿防逃。个太太人是个不肯你，是你吵呀吵分好。今年老爷请上车院外个门，太太称好计较，安葬土皮是有声，安的同心个小宝宝。我跟我讲，到现在12个月一出头，我是寻来寻去嘛寻不到，跟着你看出里面城头上，可否帮我找一找啊！哎呦，真是菩萨保佑啊！我跟你那之前是开玩笑。王伯伯，你个男子都假去了。怎么？宝宝我语，龙女？侬莫开玩笑，侬光棍一条，哪里来的宝宝？不是我有，是我。是侬啥人有啊？哎呀，这样有宝宝，哪有讲不出个道理啦？王伯伯，你这张嘴巴千万要上把锁。哟，放心，我这张嘴啊，也是铁壁铜墙，那铁叫叫都叫不开噶。快说，宝宝是我阿家的。侬阿家有没有出家？真会生宝宝？兄弟，是来挖场。这曹金堂也太不是人了！不知几时上啊？就这2天。哦，好过，到时候啊，我偷偷来决杀。那这件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对我阿家讲哦。有数，这叫做送人本金，我你不良，大家不吃亏。哎呦，给我，好在人的家别走。太太，去嘛！你看这可怎么办啊？家民已经2月，老爷今日要回关，再拖下去要穿把，急得我对婚也把手指冰凉落手不知心事下落长圈圈。哎呀，太太，不要紧，姐姐只要不是你一定要暖的，这事我早就办好了。现在再不能偷了，我看女的也好，将来可以找个大男人婿。我再去找他，快去！哎呦，太太来，快去！哎呦！我怎么去找你嘞？王婆婆，给我来看看老爷有没有回来。我还没有。哦呦，菩萨保佑，上了！上了一个大胖小子啊！哎呦，菩萨保佑，我做什么要办辛苦啊？圣女，我们可以等着你，快把他叫进来，快去！快去！太太，女儿，来去嘛，你的功劳不小
就是根夫，根夫啊，这位就是太太。太太，爷，他不是自己都要上的啦？哟，不是这是假的吗？哎呀，来，老兄，老兄，哎呀，心爱呀，哎呀，这孩子你们以后不能来看他的哦。当然，送掉算数，以后就不上门。那谢医生，那谢医生，太不用谢了，我已预备好了。妈，只要挖个牙就行了。根夫，来，妈，只要挖个牙就行了。挖牙，根夫，银票你拿去啊。票，根夫，根夫。孩子我不送了。根夫，好事，我不要随便。根夫，是不是银子太少？要多少我可以加你呀，可以加。侬银子越多，我越不说。我穷三穷，哈不等着买外甥银子用啊！我只要你对他好一点。但我总不能不要你的孩子啊！是啊。哎呦，更放！好根夫这人啊，陛下我是晓得过，他不要银子说了，弄僵了，不好。那要是他以后反悔怎么办？反怎么悔啊？仅此一言，死什么难贼呀？死牛难贼！马难贼！买，让我再考一眼。哇，侬反悔啦？悔是不悔，不过他总是我的外甥啊！你们一定要好好待他哦。这你放心。根夫，总比在你自己屋里有一个妹妹更好。快回去吧，等到阿姐醒来，我见孩子是要接生啊！对，我给阿家纪念去。阿桑，娘去走了啊！走吧啊！你们一定要好好待他哦。你放心，一定要别吃饱哦。一定。话了语，不可比他高。
家生儿10个月，他却是12个月在临盆。常言道12月为的是龙胎，我也是联想心。老爷，你还是求求宋子娘娘吧。这话不错。他比老娘早产灵儿，我一定装修庙门，摆着精神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哎呀，老爷，哎呀，徐妈，老爷，大爷怎么办了？徐妈，老爷我不用功，让我进去看看。男人就不吉利高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还是再求求宋子娘娘，许我许你大幸，太太就生得快些。他子大悲，保佑我家太太早生早养，我一定少教铺路修两定，毫不相离。宋子娘娘。老爷，太太上了！老爷，你是不能进去的呀。谢谢宋子娘娘，谢谢宋子娘娘。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不，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啊！我女儿死了！不，孩子想在，我不想老爷啦，想我。李圆天命保姆，那李太好。从中有伤，从中有伤。哎呀，老爷，快去烧呀，取个名字吧。哎呀，对，取个名字。是上天自己搞的呀！是啊，这是天子灵儿。好，就叫天子。好啊，天子。谢宋子娘娘。寒的心。
此必可无儿应呐，这真是当来一句当头炮。娘找你来了，娘找你来了。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姑娘，你要做什么？娘，我去死！哎呀，死不得，死不得！哎呦，姑娘，常言道，好事不与难忘，可侬为啥要寻死嘞？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侬有啥苦，不妨讲给我听听。啊？真情怎能被人讲？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侬讲呀！我是家年满过这好一个一不知，推人推去无踪影。哎呀，姑娘，我一生希望多一王姑儿，在此乡断尽心你的生日可可以，老太婆听听高兴。
要照顾你娘为夫门，你儿子这种领有难，倒不是去我东家府上上去。你先到居家去做内娘，慢慢再寻找儿子，将来还有相为之策。倘若你往窝里这样扑通一跳，那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对呀，你这年纪轻轻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啊？回一步，弟弟，你回了几步了？哎呀，再回一步嘛！弟弟说的好，弟弟神父。光阴似箭，花似金，转眼一过18岁，天子儿童万户惊人，娘才但等他比自年到，我儿官考上京里，倘有一官我官子，光宗耀祖好欢喜。弟弟母亲。我一定苦心耕种，就不为爹娘儿望一便宜。老爷，你看我家天赐讲话多少有礼貌，多少孝顺。这也是太太教子有方啊！少爷，奶娘，出天气，当心水凉。谢谢奶娘。奶娘，太太，奶娘，你辛辛苦苦抚养我家天赐，自己的孩子到现在什么下落？以后啊，你就将天赐当做自己的孩子，在府中好好享福吧。太太，对，这话说得对。多谢老爷太太。禀老爷太太，新人之父来为拜。哦，新人之父，我们是私交，上次我去拜他，今日来为拜了。你们为义有请。是，有请知府他身。曹大人光临万岁，不胜荣幸。兄啊，当然来要审我功臣，小弟今日当面请罪。不管不管，请。
徐翁啊，大人喜欢啊，请请。走近了，徐翁，这位是我儿天赐的奶娘啊，请徐翁，小的今日来此，一直拜上徐翁。多谢多谢。儿子嘛，闻令郎才华过人，也有一件不知可否。小群兄弟么，管老大人下问，陪我叫他出来，请大人当面教诲。天赐，天赐，我去进步找报啊！小着许天赐坚固八府。徐翁啊，沿着一表人才，徐翁真好福气呀！托大人洪福。叶子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高手，唉，徐翁此次不问，倒勾起我的心事来了。他人乃一夫之主，想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哪里来的心思哦？徐翁，你哪里知道我？江湖上一夫之主有哪位？西夏父子好上辈，只有一个女儿才归多，你想我爱你去讨常言道，女婿多自讨，他人何必徒伤悲？千金乃是名门女，还他年成龙快须配成恩对。徐翁言之有理，目下又是有一身，只怕人家不肯。只要你他人看中，人家哪有不肯之理？他人说出来，待我替你为媒。徐翁啊，就是理了。唉，这只小女生性娇养，不知徐翁意下是何？他人真的哪有戏言？哎呀！哎呀，快兼顾有无？快！我见沿着面路不由自识，莫非是也小女门庭地雷，配不上沿着吗？大人，小侄子年轻无知，大人切莫见怪啊！回应大师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求你不义。弟弟，快去见顾有无。弟弟，快去呀！坚固有福，也许勉励。徐翁，你我要改口了。请我啊！小弟为家即刻准备早我年。马上完美发聘，直接登请。好。送请哦。宋有无量，宋有福。勉励。送请哦。来不？送有无量。来不？送请哦。送请哦。弟弟，小畜生，不识抬举，谁家之父千金救都救不到，
你却自我，你弟弟。我听龙堂堂心，高兴金龙传千里，心情凶悍多怕夫人滚去把情敌，与其高派教官女，倒不是去关门严守情。高处这山往低处流，哪有宽进黄金不胜，取使他拦动之力？弟弟，并非儿不是太举，将来稍有不到之处，孩儿对不起弟弟娘亲，放弟弟三思。你这个畜生的！老爷息怒，你听听，老爷息怒。想赵大人那书香之儿，正派君子，怎会养你不教你？你这个畜生，你书香之后，正派君子。正派君子，恩怨追去18年，千痛万苦内心底，今在仇人又相见，恨不能要他几块出我气，真乃是艰难于上梁，苦等难于泰山地，到18年云头受此了，难道我对那恨过来忘你？只要他即将常来往，到时不为我自己操心肠我以为巧的成龙须关于你亲自折磨，亲自折磨的冤魂。当场长短国政，原名昂名，红落头生，四色环境，做下面的带领好马嘞。长江流水不回头，
车子那即将上门前门哭啊回。看见长短国政，原名难明，红绿头人，不识环境，做下面个段领好马嘞。我啦，哎，天气个头下面有嘛？有。我家少爷名不正清，马蹄玲珑，做上下子。哎，一个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多少铜钿？3个。跟夫，我说阿姐。阿弟，阿姐，阿弟，阿姐，阿姐，18年过后，我这边天暖地保心啊，心动不动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，阿姐。几次为家找你，却始终至今后我不起你身。这18年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来请啊！那为家不吉利，觉得我匆匆跑去曹家，曹金到使我倾天发誓，当前稳稳成家，将我。赔千里，所我是方提升帮工10年整，记下几两雪花泥，想起家兴大爱，又该做虎狼到此行，家。
18年功夫，今日相见，理应欢欢喜喜。阿姐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哭，阿弟，你也不哭。你老了，阿姐，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呀？自从那个此情儿，我疯疯癫癫要自己，好心人去母到其家做媒娘。家，就是这家。你认识？哦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阿姐，我走了去，走了去。不来难到自己，你自我不自去问你的苦自心。阿姐，阿姐，这几家有几位少爷？只有五养的一位，今年几岁18岁了。 ？48岁了呀。阿弟，你是什么？没有什么，奶娘没有什么。奶娘，你快来呀！啊，我来啦，来啦！阿弟，你放在想是什么？阿姐，我哎呀，阿弟，我在哪里？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奶娘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来啦！阿弟，阿姐，现在一直跟我讲不理清，下面弄大去，明朝到我住的地方来，我详细对你讲啊。哦，那你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关帝庙隔壁。明日少爷成亲，要来是有后天啦。你后天就要来的呀？我晚会不来嘛。奶娘，你快点啦！来啦！阿弟，你一定要等我啊！你等奶我，娘，奶娘，来啦！哎呀，想不到18年功夫，他们母子两人竟会住在一起。哦，哎呀，世上竟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，真是好像一本诗嘞，好像一本诗耳听你巧儿起初不如王中气难平，自古太梦发在牛龙边，哪有官家女官家上古门。有人低低头配婚，想不到他还不成心。听说当初定情曾开下，今年与子不见，心茫茫。难消怒难平，后尘冤气不曾关心。太过去。
太高兴啊！我恰是河东之士难思成，这见他面无欢笑，人是病，一从阴云遭眉心，我这里要得叫他心怀。要想起头难成二更了，死而不早，请安息了。我不想猜。方才是为宾客所传，堂上陪酒，万望原谅。哦，堂上宾客莫非都是红顶花翎的塔官？不是，堂上宾客无非是书香交往的商贾所成，和同场有约。我到你们齐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，原来都是些营商所过，寒酸书生呀！你，金翁落晚早记息，政治蒙尘抬头变。乌鸦冒风不自此，玉木文主早成吉。谁是玉木？谁是乌鸦？谁是王头？谁是曹杰？你真不是那句！实非你般强加于我，我还不想搞派你。千金地的，不过丫头的话可从来不骗人。邢奶奶，你听我说，懂娃子。邢奶奶，你滚不滚？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奶娘，实在我家，你连做丫头都配不上。赵小姐，我看你无女像你的爹娘，我爹娘怎么样？没有什么。怎么样？没有什么，你说没有什么，快说！赵小姐，你不能逼真太深了。我爹娘，你们这些丫头配随便说的。我看你的爹娘比丫头还不死。剪刀放下！你干啥？快把剪刀放下！快把剪刀放下！哎呀！
放下，我放下，我放下！啊！你，赵小姐，赵小姐。哎呀，死了！进去，弟弟，三子，夫妻吵架原是小事，怎能不尽心吧？儿啊，你一阵饭，我一阵醉，赵小姐终于不是你给看在有无人上，这门亲事我本不愿意，还是退了的好。不可，100个天地，是我能退。快进去向赵小姐拜个不是，早点休息。死再出门，当着你的结果。进去，快去！进去！有什么话你好好讲好了，这么凶做什么？儿啊，听娘的话，快进房去吧。什么事？弟弟。姐姐，走完了呀！哦，徐贵，我去寻找老爷太太来，这小姐已经死了，快去呀！小兔子，好好女去问情，是不是新婚子要闯下这么大的祸呀？小娘子，你为何事？你快告诉我为娘啊！我一看正差这就出了王门，死的。我也不自己。好不容易啊，他到，人在哪里？在哪个里？小畜生，我女儿和你有后冤仇，你一定要害她。轻松，王爷，叔叔拿我明天到宁远衙门，叫宁远令叔叔到此。请我有个好事呀！小畜生怎么回事？你快讲啊！讲王爷，小姐我正常，我委屈他了，别弟弟别心亡命。小姐已经死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。哼！话一条鱼才相亲，兴亡之中与无声。风是亲自不问其他情，我叫你桂元，这畜生兴风之夜将我女儿吻死，你要为我伸冤报仇啊！桂元，我家就此多女，你可不能鸟放他呀！请死了我的！现在往内府中说起撵来。桂元，我女儿，我桂元，遇见你。念得女死一具，年养18、9岁，身长49寸，走手无伤。只见胸膛被雷切受伤，这次行当，胸前再有半把尖刀，只有半把尖刀，只有半把尖刀，对吧？
就是两位妹的私生女呀！那季家少爷与他如何冤情，竟要杀他？哎呀，阿弟你哪里知晓？赵父亲竟生性泼辣，新婚之夜与少爷争吵，我好言相劝他办那剑道英雄，是我死为一道。吴少爷喏，不想竟是害了少爷。你哪是在无上养呢？你是在说亲生女子啊！哟，你说什么？你知道季家少爷是谁？是谁？他就是你的亲生女子。18年前，我怕你未婚生子难以做人，就偷偷的将孩子送进季家，想不到，哎呀，想不到，阿佳，阿佳，哎，阿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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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桂圆，大人，今日桂圆临战，多多辛苦了。这是大人定官，望请大人见在。哎，这是桂圆之责，本府岂能过分？既要背着见在，那法长一切给许北辰做主。那我当然是背着方式。请大人，今日谁知法长背着上有一年奉告。长面头，长刀不在无在谁，光占天子
不能算是家庭。他人啊，鸳鸯马，飞回望，万望民间3世英。我也请来协助他人进来，上仙将给我难得，后续归元难求心。大人，归元老道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吾日三刻一刀，此人一刀，来与我开刀。是冤枉刀下来的，斩不得。此人一刀为何不斩？大人，这般发展的冤情，又已经连一副身孤儿不斩。三当庭而有冤情，或许再生。来与我开刀。冤枉呐！下来的，斩不得，斩不得，斩不得。贵贵，你为何两次不斩？大人，发展为两次有人命冤，两个知道真情，怎能再斩？本府为何没有听到？大人，法场上有人命冤，怎能不理？本府听官从不差错，或许理他。哎呀，大人你看，法场上不幸众多，实在不理，只怕有人要说大人草菅人命啊！冤枉呐！你们与有冤情，还不快讲！阿姐，侬快讲呀，姐！阿姐，讲！曹金堂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外甥18年前的曾经我吗？他但父女不能辞，将他滚出法场。且慢，我听他言语蹊跷，恐有不法之冤，你们我谁有实诚？此人得了封建之病，实在神志不清，言语蹊跷，或许再犯自愧。我一不奉二不报，我今日前来，就是为了找你算清18年前的血海深仇。那你快讲！阿姐靠侬，阿姐好紧的。你不要浪费一棍脏字眼，今日我要不去你家做丫头，你强硬地将我气，你却若是我外了缘，事后抛弃另娶妻，新奶奶名叫梁惠美，在娘家与人私通，生有喜，娶她才也为情妇要当胎，托母弟弟把书信提，可惜当胎不成功，待孕上交拜天地。正所谓不知冤家不旁头，
两位妹，花园巧女，我弟弟他怕配路奇怪，里头学艺在张石头记，他们上下离心，也我没有知得。擦眼泪为何离？我离婚幸运，修建生全，所破苦多悲，只有满足身过暖小孩，谁知一步地灵一步起，我弟弟跑走婴儿安送人，急得我呼天抢地清风里，有心断剑推人就到其家，冲到奶娘独生气，苦苦18年呐。18年冤仇难忘记，谁知朝着来几家，宽中少爷做女婿。我知道赵小姐就是私生女，真奈她生性骄妄不讲理，气得新郎出新房，我好言相劝反背弃。他那剑刀来英雄，我实为无伤非本意，不想害了季少爷，死绝良心对不起。哪知少爷病，李太太是弟弟当年轻松进府里，跪在法场上，就是知府老爷亲生子。立即生子凭私本，不顾天理，为了儿女，不是恩君却真情自然是结因。我全心的愿那家业恨不能迁到外国。你滚先可太后诽谤官宦眷属，难道这封情书你也忘记了吗？你这是哪里来的？才后月是大的。无知奸人，你自己去看来。为何不斩啊？来，开刀！老子，老子，万事不斩，不斩，不斩！大人，人一股，为何不斩啊？贵人，你可听到？曹家奶奶曾见我府上，许天子天地正凶，两贼均是无罪，岂可再斩？哦，两贼均告无罪，均告无罪，均告无罪。那好，子民百姓听了，至今完全一命，曹大人亲自宣告，曾经我齐天子全部负罪，万望做个见证，来送报。多谢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太太，老爷，太太，天师。母亲，儿啊，
娘亲，不去吧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啊，儿啊，母亲，恩情一命，当头为呀。好好好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宝云啊，宝云啊，父